作为一个料理人，最大的价值就是你做出来的料理，让客人吃了之后，会让他感动。从我做学徒、做主厨到现在，都有一群很支持我的客人，跟我们打气加油，一直支持我们到现在。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做料理人的最大的成就。这小学的时阵，木下环境唔係真好哦。16歲嘅時間哦，就是去台北傳統嘅拜師學藝，做了3年4個月，當出師。做喺個改善了家庭嘅環境，吼，雖然我就已經退休啊，但係我嘅當喜歡去個市場啊，講可以買個好菜，還有食材好賣喎，終於做菜本阿妹食，吼，本家人都享受一樣係，你係我每日最快樂嘅事情。养着条从前，春风过去，强凉多，后每爱哭过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对风思念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梦，太初本年，苦渐渐。酒处处甜归烟，年年迎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各位合作后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人口超过280万嘅台中，你喺改变做台湾第2大城市了。到了特别传统老现代交融，交织出风情万种嘅都市样貌，含个多彩嘅饮食文化。其中西屯也特别嘅工商业发展，相当为当地特色美食来到了位。今日就睇睇民族，叫下来啲品尝奇美嘅日本料理，含个适合为奇美嘅中华料理哦。来哩！喺台中市新创所在嘅西屯區，係台中清早開發嘅地區之一。區內有當道嘅大學研究，勞動有特色嘅藝術基景，都非常強。按多年來，聽聽工商業當家嘅發展，有名嘅漆器長畫、師傅行政。老本人講係世界9大型地標嘅台中國家歌劇院就地了，各種豐富又多樣化嘅美食文化就喺呢啲兩邊發展出來咧。嘿，劉太公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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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久仰大名。唐公，你特別你跟日本料理啊，都台中也特別，這個是松下二公都有名嘅。唔敢嫌啦，係啊。劉炳良師傅，董事行人，身體奶奶，花毛豆嘅記，特殊時節稱好日本料理，故所當早就想來深入了解日本料理嘅精髓老文化。鹽鮮刺激嘅海產，留當下嘅食材做料理，大量引進日本空運來台嘅各種海產。學料理之前，先聽聽大哥叫下來點埋日本嘅主要食材，松葉蟹。特別鹹泰哦，你還可以就喺呢個前面瓊葉木蟹哦。對啊，松葉蟹啊。哇！松葉蟹。哎，怎麼感覺很多種品種都兩道比耶？裡面有那個帝王蟹啊，毛蟹、松葉蟹。哇！哎，我不會夾到哎。哇，你看。這是帝王蟹啦，好大隻啊！基本咬你那黑道比耶，我可以抓哪裡呢？就抓它的腳啊，就給它掉就好了。外面。它會動哎！
重重哎，这只可能用3公斤哦。大只，比重重哎，比俺面还看太长。帝王蟹是要看它腿够不够硬，硬哦，嘿，看它脚这边肉有没有薄，对，关节这边。像这样一只大概多少钱？这一只可能7、8千块，8、9千块7、8千块耶！在水中嘛岸边呐。因为它它生活的环境都在差不多4、5度的环境，甚至0度。对，这边的蟹都是在纬度很高的地方。对，它这在鄂霍次克海那边。罗罗斯给岛屿耶。对，我们今天要找的是这个琼崖波海。松叶蟹。这就是松叶蟹啊，因为这做给它晾晒吼。哎，你这样。呜呼，两个琼崖波海，其实老刚刚跟帝王蟹虽然讲体型有点差啦，可是呢，里面算黑暗种脚重重的。那它脚重重，它就那个蜘蛛蟹科的啊，跟那个帝王蟹是同一科的。脚较重啊。对，蜘蛛蟹科。那像那个琼崖波海嘅主要的产地系都哪岛的？日本北海道，北海道，日本北海道。北海道这边算系纬度东高的所在。阿个东人，这个松叶蟹要做料理的，我们都几乎会做好一只，我们都会做2只、3只啊。哦，对。像。它的脚我们可以用烤的，也可以做生鱼片，它也可以煮火锅。松叶蟹，料理的方式。煮饭。松叶蟹一般我挑的话，我都会选那个它身上有很多那个蟹渍的，黑点有黑点，那个蟹渍它长得越多，它越饱满。真硬哦。对，因为螃蟹一换壳之后，它肉会减少，因为它要再制造它新的壳，它需要很多的养分。它换壳的次数比较少，所以才有办法寄生这种东西。就我摸摸看它的刺，真硬也长出来耶。对啊，这个叫蟹刺啦。有东归美国之王后面上嘅琼崖海，清泰嘅山体係面向日本海嘅吊起岩。當年10月25日，足足一隻東蝦頭，它又有300噸便利嘅產量，係寧夏自天愛食嘅海產之一。啲亞島嘢做得尋到對世界各地進口來嘅高級海產食材，種類多樣，愛乜街有乜街，今日我又識錄了。剛剛你已經聽到劉師傅哦，佢可能也嘅。很多種的魔海，算是讓我大開眼界了。加上下來呢，你要先來講下做位提出日本料理也係嘛？鳳天魚，比目魚，這就是比目魚哦。我超愛吃比目魚的尼基里耶。它吃起來的口感是 QQ 脆脆的，對，是 Q 脆的口感。這到底怎麼處理？我不會哦。愛高好，那被我眼不愛看好哎。可是比目魚俺大白說那些油脂按多啊，會不會它一下去會大鬆這樣嗎？因為油脂會不會很快散掉啊？散掉不會啦，是不會散掉。嘿，只是說破的時陣，肉油流到骨頭講太多嘛，係要浪費太多嘛。會浪費太多。但油骨你會凍到嘛？你有冇乜個油骨？真緊哦。嘿，其中中間那一個大骨而已啦，冇油骨。一般比目魚、紅帶魚啊，剖5脈，5片骨頭1片，左右各1片，上下各1片。一般魚只有3片，一般魚總要3片。啊，比目魚係日本話叫5脈おろし，對，5片的。有5片這樣子。取起來是5片。哇，而且還有着含泡醬哦。它是最高級的白肉魚啊！真的哦，因為伊每套都清淡，完全冇講臭臊。對，真的。而且我發現師傅真的很強哦，給他有講到，就是要看你是不是能夠浪費的最少，這樣。他這樣已經完全切都帶耶。嘿，哇！你看拄好亞嘅，你講的鰭邊肉吼，一看來就認得出去耶。這邊見有冇一片一片的，有一些像個油誒。像柚子那個細細一片那個纖維這樣子，香香啊呢，抓得係最好食咧。按用看到這一檔整骨誒，你看按用一撩，順後呀一撩背後按用變做了，中香腸細片呢呢。細撩呢？對呀。好，這就是把這個魚鰭把它先鰭邊肉先把它分開。你剛剛用數一發過去，它就分開了。這個很厲害耶！然後用老給皮啊，用一刀把它劃開，這樣子。
好厉害哦！不可以顺便盐都用啊哈。哇，你看呐，这真经是日本料理师傅的手工你看一看，这个鱼皮。蛋糕完全冇盐到，一系列用到了到位太厉害了。防天鱼嘅身体变顺，有特别嘅胆鳍骨，故手当然用刀嘅对顺头切开来。故手对背囊骨向顺头切做5块，系基本嘅方式。刘师傅数落嘅用呢刀排出泡泡嘅鱼生。泡泡嘅魚肉差唔多做得透光，因為也得起順肉，地發通力當強嘅背囊起骨腔，故數當油肉，係當珍貴嘅尼基里食材喲。哇哦，一刀嘅毛呀，瓦薩比哦，我第一次看到新鮮嘅瓦薩比，阿里山嘅。哇，也係阿里山來嘅哦。係本地嘅。韓國日本人咩當中醫啊？係啊，因為阿里山種出來嘅香味當香。哇，味道非常濃，又加香啊呢，真香哈！真的。好，用我來做。好，這個比目魚拿到酥烘，細細一團飯，嘿，差不多10公克左右啦，判，嘿，新鮮的瓦薩比。哦，哎呀，我要注意嘛，干麼咧？一般就記得講判順得黏得很。哦，一定要嘿。一定要有一個弧度，就跟那個日本那個扇子打開那個弧度一樣，要有弧度。對，冰判的比例拿捏必拄好。等下就來處理鰭邊肉的部分了，對不對？切對半點，來捏你給你。從來有做下給你給你的當場時間，對不對？要讓剛好是保持在一定的溫度底下來做誒。你清好吃的就對啦。真勁，很讚的哦。可是這個會炙燒膏要用的冇咧？你東西不是炙燒，炙燒是吃另外一種口感。你講炙燒，哇，就會按油丟起來的時間，個油脂全部流出來誒，好好吃哦。很像跟比目魚一起在游泳，球形嘛。搞比目魚用下都球形，很誇張啊！你已經完全散開了耶，像一堆飯吼。總後一起。哇，又係乜雞啊？你炙燒的盤，又係乜雞殺條夜鹽嗎？你係個大理石。哦。那種炙燒的魚片，用比目魚起。啊，你一個炙燒醬汁。因為你特調的醬汁咯。啊，你看。哇，好讚哦！哇，就會按油丟起來的時間，個油脂全部流出來誒。基本同多餘的油變出來啦。牛皮都有種香味嘛，好香哦！燒好了就所以是把它炙燒好再把它冰上去。冰上去炙燒免炙燒一片呢？你還可以冰上一片。哦，又再炙燒一次。你到。哇，你有看到嗎？魚的那個醬汁都會留在飯裡面。要先做好先生了，真的嗎？講究那溫溫的口感。真的，等你按到工作人員面前，我就不客氣了。有感覺同風天。做主持人個辛苦都冇關係呢，好好吃哦！很像跟比目魚一起在游泳，球形嘛。搞比目魚用下都球形，很誇張。大擺到上港節氣，防天魚嘅身體就圓坤坤嘅，尤其係胖肉度有啲嘅黃，係油當豐富嘅證明，行卡係好唔好食嘅關鍵。溫度嘅特別做嘅醬，油嘅香味一下就散出來，係當難形容嘅季節獻禮。撒下來嘅蔥葉冇蟹，按用嘅醬做得完美呈現佢嘅鮮甜特質呢。
两下水来处理，就刚刚买真落遐个琼烟冒海，还冰冰的呢。我今日教你处理两种料理，第一种的做沙西米，一片做沙西米，一片做炸，哇，用炸，好享受哦。你分解哈。是。哦，哇，借我看一下。天哪，刚才那啪枪的牛哎，完全透明的。你要做沙西米。我要用刀来捞起来好可来哦。哇，可是这个很考验刀工哎，它的肉底都好多水分哦。哇，也太细致了吧！俺记得俺送来去韩国家是就是吃这样上的沙西米，给大家以为大口像天女散花一样，对不对？只要用切的啦，咱去削较呛力啊，用点冰水。冰镇哦。哦，干嘛要用冰水呢？冰镇落去姜母盖啊，姜母变 QQ， 变较脆啊，较 Q。我看看。哇，你已经完全散开了耶！像一堆饭吼。而且你有冻盘呢。好，你给大家这就是沙西米。OK， 还有帮个其他种食法的嘞？还有就准备啊来炸。阮台湾个面粉系嘛？面粉，面粉。你还有咸汤糕呀？嘿。水滚滚。差不多2秒钟呢呐。面衣。哇，像按用油温啊、时间啊都用来控制嘞。差不多，变金黄色的是得上来。变到金黄色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一下就补充了了。火锅会不会有那个一种小米这样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发现你的面衣呢用到泡泡的呀。泡，像高级的日本料理，多用炸的料理。甜不辣。甜不辣，不止可以炸那个松叶蟹，有的下工弄炸。是。还很破哈，口味8分熟就好嘞。8分熟，8分熟啊就嘛，切好来，看东欧的切跟生的，安尼程度好食。用保留食材的原味做前提，是日本菜的第一精神。料理时节要求食材的齐，而且摆盘艺术注重色香味碗盘的和谐统一。唔但唱注重口味，还要好看，本大家认为是清讲究的国际美食。行家师傅係迎合老次人的口量，做得深入最菜题的詞哦。今日呢，聽到劉師傅教下來好做嘅料理，你看一下做蛋糕嘅澎湃，還忙時就已經想到大家嘅木水嘅，但想看呢就係一種動態享受咧。頭前呢呀，你記得哦，你要煮來顯示，加有做一下嘅皇帝魚，對不對？那雙倍量係嘛該？那個是9州的柚子胡椒，你就一口吃。我還沒吃，我已經先吞口水了。你要一口吃。有柚子胡椒的那个香味哈。加個黃金魚啊，加個成的部分，加個用着蒸魚係比較金 Q 又嫩啊，加下個柚子胡椒落去呢，它非常提它的甜味。沙丁蝦仁呢，是兩個好冇炙燒過的。你看呐，兩個呢，其實你有發現過，有炙燒過，它變比較更 Q 彈呢。兩個這種魚油的香氣啊，經過這種高溫把它炙燒過後，全部散出來的。有看到我的表情同幸福嗎？因為英國覺得中葡是最好看到的畫面。對啊。加油脂啊，已經完全山東人在空地度。整個充滿，而且呢，魚油經過它炙燒過後，非常的香。前邊落嘅其實就係佢凍翻潤到，其實你還冇下去，佢就真然係散口了。炙燒過哈，它會軟化，對，會軟化，又有香味，就入口即化。吞落去過後啊，這種嘅魚油的香氣呀，和山東人嘅在空地度。是的，連龜山島那邊的那個千尋蝦，它又有一個名字鹽焗蝦。
哦，胭脂嘿，虾。胭脂蟹，伊无烹调的时阵都是红色的。啊，日本的虾公，灰色嘞。嘿，是你若加热将无变色。是是是嘿，伊上半有个虾公的膏，这边是虾膏，是不嘿，是？虾公的膏，有用个清酒来酒膏的。嘿，直接一口吗？嘿，一口吃进去啊，把它那个筋把它拉出来，来出来啊，肉留在嘴巴。好，这个是比较大只的，这是台湾的。哎呦，怎么办？这很有活力啊！人家是。听日后，嘿。佢本身下港无乜嘅味，按落去天用个下港嘅膏，向下食，下港肉就冇就甜味啦。真品企业下公啊，张冠牛有那种黏心，然后弹性，它的肉非常的饱满，又有 Q 感以外，几多水空度呢，慢慢的不有黏心出来。撒下来，现在当其他那个琼烟魔海，等下看到那个像这个，有些像甜白泡有冇？像紫泡哎，也像是松叶一样。有个 wasabi，冰一xuất同个松叶蟹在松叶蟹的上面上摆，啊，温一xuất透油，一丝丝 tell you， 直接一口，直接一口吗？嘿，一口吃进去啊，把它那个筋把它拉出来，啊，肉留在嘴巴。哦。以整年都追红度啊，剩下下些时间3口了过后，水分很多之外，冲点就会给非常的甜，非常的鲜甜呢。一年呢，海域的海产落下港落海怎清好吃的？会越甜，对不对？越蓝的色彩会越甜。那这个蒲公英，我看你旁边那放那个盐巴，盐黑马该啊？对，嘿，松露盐，松露盐，意大利的松露盐。哇！它肉质好 Q 哦，唔但将爆满以外，非常的 Q，里面经过蒲公呢，甜味素喺度地度，加落一些那个松露盐哦，去提出那个甜味，真件非常真的。松露盐也接上啲高级料理度出现嘅调味料，唔但將做得加甜風味、留層次感，還加做得豐富嘅香味，本好味是個升級。各種嘅魚，含內類嘅日記裡都有，對食材討嘅要托當講究，到師傅嘅好手藝做過後，變出嚟香味多年、口感特別嘅日本料理。師傅從來點樣等等做料理啊？發現到哦，就從那個日記裡用誒，其實你唔係講大槍老鴨一碟沙西米。然後醋飯結合的呢，我發現人家日本料理嘞非常的精緻，而且當中看到很多的巧思在這上面。日本料理就是沒有食べる，就是眼睛先吃，是，對，所以說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很重要的。對。就你張奎是學做料理係幾久以前呢？做20年呢。20年呢，一開始有冇有按樣幾年來做美食呢？應該以前就讀餐飲科哦，本單就係本科誒。高中畢業，因為唔知講，做餐廳，愛做西餐，還是講愛做台灣料理，吼，爸爸的朋友講，無做日本料理好啊，無就荒廢讀3年的餐飲科，就開始。讀書的時候，偶爾會去吃日本料理，去吃日本料理，覺得說，日本料理不應該。中餐跟無共款，師傅做下呢，做起下呢，香麗麗，嘿，做了感覺可能會比較適合我，嘿，不用像好要拿大鍋啊，要炒，知道要太合適，嘿，就一踏進來就做到也就20年了。就像你本單係本口那出來耶，可是你按用。到你自己親身的開傳堂過後啊，我覺得那是更大的挑戰。而你要讓人家投入，變做一件你好做的事情。熱忱啊，順帶無撇，你都感覺內容係
是不快乐，是会做不出来好的料理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热忱啦，兴趣一定要有啦，还有很多客户的加持啦，有的客人吃完他是赞美你的，觉得是值得的，你的用心在料理上他感受得出来，你们心态鼓励啦。真奇，你看啊，做过100小披萨，去到日本料理店，而设日本料理的时间，我觉得是两种重点。第一个就是喜欢吃它的鲜味，拍起来的鲜味。第二个呢，其实太起家都用出那种师傅先让你做呀的日本料理当下那一种精神。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，我懂有热情。这样有办法不应该甘肃的，平常的时候不是很好吃而已，是吃到你背后的那种精神，这样。对。对食物口味嘅深深嘅影响。本身起来有会无同样嘅想象，因为节目美食对我来讲，将系头希用嘅按次元嘅存在。不过，接做得本人暖心安慰嘅食物，绝对唔单单系好食、老食饱。除了料理人本身嘅好意以外，地道嘅心意老精神，从头行开有本人咸咸黏黏嘅味道。刘师傅因为对日本料理嘅热情和专业嘅坚持，做得满足大家无同样嘅需求，亲情享受累积的塑造温度地度无平凡嘅意下，和最穷嘅印象。接下来，听听我来嚟拜访那我一个泰式级嘅料理牛人李亚苏师傅。嗨，亚苏师傅，民族小吃还给我看到，还给我看到哎，给我见到好不好？然后啊，特别按用汤呀，就人老睇啊，阿陆师傅、阿金师傅讲你嘿都厉害啊，你都上去了老，你了好做料理啊，你。我客气的，都做很硬嘅兴趣啊。李亚苏师傅讨厌客家人，出世地嘅物质唔丰富嘅时代，做年嘅太奶嘅，一心是想要做得会，好为好嘅料理手艺来帮客家人过好日子。是喺全台灣最後生嘅港籍廠幹主廚，還卡有3台年廚嘅好名聲。就算退休過後，轉到學術界，各方面嘅要求還係冇斷過。入做下之前，先聽聽師傅向下到建國市場嚟買材料。民族人要買嘅活的蝦哦，就是這條大魚啊，也係拍下工係冇？用拍下嘅，就用海水一樣誒，海水一樣的。上發跳哎，你看，很多表哎，我可以拿起來看看嗎？做的啊，就瓦掉掉，它這個的，它會跳起來啊。哦，這個是比較大隻的，是台灣的，哎呦。它很有活力啊！要是較強的豬腳較強的啊，我總算做到哎！你對家嘅身體來看過哎，要怎麼分辨它新不新鮮？它的顏色外面是有一層是亮晶晶的，好像透明的亮晶晶的。對。啊，它這個鬚很長，都鬚沒有掉下來，這個角都沒有掉下來。因為看有一些海味，對，海水蓋米頭哈，沒有那個消毒水。小兔水蓋米哈，真銀耶！而且真銀旗啊，你看，就它上面有這樣點點，有沒有？你都會看到你東西。而且啊，你看，像透過拱下有，幾乎可以說是完全透拱了耶，透明的這樣子。肉鮮黏，比上嘅槍啊呢。我有等你講看起來頭哪部分？頭哪有？我這個你看拿一隻來比較一下，這樣看得出來。這條呢都看不見哦，不新鮮嘅條就跟頭然後醬了的話就會分開，它分開。真緊的，你看起來頭哪部分？迄洞啊種，很有彈性的。對，所以接得很緊，這樣哎。對。就是活蝦哎。很香啊呢，對不對？新鮮嘅，當然還有鹽蛋啊哈。今天要做兩條菜啊哈，所以用一個上下工哎。磨起呢兩條菜又做唔出來。做乜嘅料理啊？今天做蝦餅，用清氣嘅蟹，這樣有辦法好做。磨起嘅蟹呢，蟹肉啊，剁唔出來。冇嘅筋，沒有粘性，冇嘅彈性。用木竹竿、樹來名、片公片，簡單嘅散鋪來討好嘅拍下以外，未做得用絲嘅長度來結聽。
下市場推白機唔可以漸漸向下，家嘅發通反美態，它唔可以漸來漸去舞蹈團結。老師從頭家嘅互通到落做下料理，仲係做得到當到新嘅學問結構哦。大了，還要買嘛該？人家就南北貨啊，我買乾皮啊，干貝，干貝哦，這個嗎？干貝你睇，你要看到你安江的。哇，這干貝太大顆，動太亮誒！就是 AA 級的 AA 級的，AA 級的，最高級誒，最高級的乾皮。好香哦，濃香誒，有開嘅味道誒。像用一個乾皮啊，我用嚟燙咧。你看下嘅顏色，我上隻琥珀色一樣誒，唔係拍拍嘅。哦，唔係做啲重複。哦，像按有一些那種金黃琥珀色。即係乾皮啊，按台灣係冇生產嘅。是。這種按太條按江嘅乾皮啊，全部對日本來。都日本來啊。對日本進口來啊，即田野咧，要全部要慢慢嚟攞去曬糟，去風乾，冇加一款嘅。是冇加任何其他東西啊，對不對？你看皮皮啊，乾皮嘅味道，干貝的香氣，有開嘅味道都倆到味嘅。好啦，順風下。呀，一台劍就4500哦。等於你要轉去啊，然後佢拍啵啦，當油一樣啦。哦，是當油樣係當油樣係，唔可以講用到咁多啦。哦，真的。其實用起來一倒出來差唔多半兩就夠了。差唔多就拉哈。係啊係啊。我想講好貴啊。係啊，你要是所以很貴哦，4500，要是 AA 級，16嚟都係絕對值得。3隻 A 等級嘅最高級嘅。最高級嘅。早期講油醋算係當季嘅食材之一，還加係年節料理裏度做唔得缺少嘅提味寶貝。新市場度排到齊嘅攤嘅行廊，慢慢嘅看得到路牌上市人創造，聽聽師傅熟落嘅老菜飯大菜骨，十足嘅菜體要當成法嘅市場，係各隻蔬菜清油特色嘅地方。好，阿樹師傅，然後你叫他後做料理呢，就會有那種敬業的態度，先從服裝開始哦。是哦，你就那個服裝傳下來就責任很大了，作為師傅啊。哦，就經營動態啊。你係剛剛買咗來拍下工嘛？嗬。係啊。你件先嚟剝好嘅。然後要剝好嗬，然後要加一點嘅鹽落去洗，洗好以後你啊水分一定要攞去吸走，下用裏邊較冇水，所以等下打開來嗬，較會鹽。出海的口感哦，較 Q 哎呀，鹽性才會出來，對對，啊，這是什麼一條呀？這肥油啦，豬油啊，豬油跟肥油標，哦，你放落去下用，哦，下醬裡面才唔會暗澀，哦，較香，哦，太香啊，呢，對不對？有豬油的香味。現在蔥，哦，用蔥拍之後，哦，蔥拍然後也稍微，哦，讓它嘛炒米頭，切碎，哦，當。哦，切得碎，切末，切得跟蝦泥一樣，好細哦。要切細，那切好了還要再多一多哈。再多撈幾多再多成末。哇！哦，你炒半支之後，這個蔥拍之後，蔥槍剝冰落去，好，啊嘛薑嘛要薑要切得當殼，超級薄的。哇！而且都按油哦，全部去調鮮用的呢。要滲不出來，要有薑的味道哈，要有冇看到薑啊？慢慢天這樣切過來。哦，切好嘛，薑用。其實你要用果汁機打就可以了。用果汁機打不一樣，扣個冇薑用哦。你下先攞去慢慢咧。是不是要用幾吹倒啊？你要先用幾吹倒，看看嘛。對，這個我可以幫忙。哦，這個要打拍得越扁，拍得越重，等一下，哎呦，你看冇薑用啊，你看也個聲音胖胖啊，唔會很結實啊。沒，那都沒有用。那可以嗎？來較夾啊，我等下讓我幫你倒。好，來先慢慢上等啦。哎呦，我切了下些時間，佢就3個來嘅呢。哎呀，得真件係韓茶飯的東坡肉哦。
拍得越扁，拍得越重，等一下，哎呦，你看冇用啊，你看也个声音胖胖啊，不会很结实啊。没拿刀没有用，拿平，拿平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拿刀要用，刀要用拿装有力，哎，要较注意较头前点。这样可以吗？哎，来较夹我等下让我笨刀。好，好，来个来先慢慢上等下笨刀。春都要开船堂底度，等下会批料啊，准备这些食材，就要等几位时间哈。是啊，因师傅早晨的上班啊，前置工作要先准备好。是，就都就好了。哎，用嘛这要力道刚刚好，恰到好处，不能多了太用力。那太用力的话，会等一下这个木屑会多上来，就是刚好多到这个木板的地方就要停止。哎，都他妈，哎，不是说大力就好，哎，不是要大力就好，要横的吗？对，横的，哎，这样多了乐器，等一下打得越绵，哦，手会酸嘛？不会，不会哈。不会。还用做的嘛？哦，要用树苗看啦。哦，看还有颗粒状嘛，当然有颗粒状都很重点，苗黑的绵绵哈，好像都 OK 了，都没有颗粒状了，还用就做对了，还用就做对了，还用就好啊。好，加上下来咧，哎，做好了要剁猪油，你姜要剁按油哦，哎，用姜油嘛，要看唔多啊。这里都加香米，不过唔会洗得出来哟。有香米，但是冇看到猪油嘅，该颗粒状啊。哇，这样这也太功夫了吧！上1分呢就会处理按灸啊呢。系啊，所以你讲传统嘅菜又贵嘛。你讲1分啊，有人讲，哎呦，那1分按多钱？金地讲嘅师傅做按辛苦啊。除了给下师傅讲爱处理下用嘅部分以外，人要先打好煎好。搅好嘅下用，要先拿来圆圆高啲卵蛋糕，老公舀出砍水变做丝，过后圆圆一啲上面，撒下来落煲煎，控制火势，限卡去冲点。按刀工做好嘅下饼，将做得煎到嘟嘟好，两面金黄色，蔬菜又唔会出火色哦。今日这菜你要搞下做样嘛该？就是东坡肉，就老应该客家嘅方用会差唔多，但是口味冇同样哦。是，你下就会3层牛肉。3层是3层炒嘅3层配嘅，加喺度用喺6層哦，唔係3層。阿苏師傅一下你要來調下壽司鋪盤，對不對？係，人家有雞黃酒、紹興酒啦，黃酒系列的哈，還有調油，全部都簡單嘅。我先講乜嘅咧？也扁糖就是跟用吼，唔好按細鹹，做出嚟嘅線啊要金亮亮嘅，差唔多1斤肉差唔多1兩嘅扁糖。好了，姜嘛，哦，還有啲蔥，哦，蔥唔是切，就細槍咯。好，還有調油，差唔多200cc 3斤用，好。燒煙酒，好，燒煙酒，燒油就1罐哦。幾罐的啊？幾罐哦，嘿，要東坡肉的，唔會它煮起來就有酒嘅香味，完全沒有那個吼，有香味冇酒味，要幾罐就全部倒落去。按用成本凍糕誒？唔會，等下人家煮嘅時間啦，規間咧都全部有那個酒味嘅香味啊，煮香味啊，師傅，按用可以來把呀東坡肉夾嘅壽司啊，因為夠簡單哦。東坡肉它主要就是火候的控制而已。其實材料很簡單，材料跟調味料都很簡單。剛剛看見個電肉啊，我用太滾水然後去燒過燙過一下，傳燙過一下，拿起來雜質啊，全部我攞去洗槍啊，先對半鋪，先對半鋪哈。剛燙過嘅目的咩？係我會較好切。較定型嘿，較好切。你要再來切，這樣切，然後切。哇，你看，按用切開了，看到很較真，就按用皮草呢，全部都凍完以外，都好按用一堆，全你大白色都嗰種東坡肉嗰種泰式啊呢。是啊，係啊。加葱按用嘅花波底下攞攞啊，全部散開來嘛，油酸嘅。唔，你要切落去用吼，然後用麵線吼，麵熟嘅，攞去捆起來。燙麵熟嘅啊呢，等下整好食飯就叫按用，細細個按用，可以1人份剛剛好。1人份剛剛好。有關東坡肉嘅故，有各講各神奇嘅傳說。無論係樹東坡、老酒、老肉強下煮，實意外煮出來特別香醇好食嘅肉，也或者係佢老頭擺嘅做法改良，發揚開來。
对嘅当时过后，用酒并用肉来焚烧，细火炖出来嘅东坡肉，咪就变做经典嘅杭州传统名菜。今日听听呢，阿叔师傅听你们懂完整的中法料理哦，有两个特色菜，还有这个算是东坡肉。苏杭的东坡肉哦，苏杭名菜，苏杭名菜。这个呢就是有你客家面头，系妈妈的苏鲁菜，私房菜，笋干焖鸭白。哦，然后现在是你个听听叫下来做一个下边，当中金条用诶，黄金色的。对，贵啥呀？老杯呀个，那讲油醋可以了，泡到咩用？金芒，下杯呀个软皮的部分咩金芒色，贵则可以来做金条用诶。糖果嘅上瘾嘛，係咪色色滾啊？色滾啊！話梗乾皮啊，當脆啊，吃起來係咪脆脆啊？哎呦，你咬一下嘢時隻嘅干貝嘅香味，又講油醋嘅香味，真嘅係香。見到你係整個帶些泡嘅種酥香味頭，真嘅當上癮。難怪呢，佢凍昂一陣咧，除了有提鮮有成啊，應該亦係有一些 juicy 嘅，非常嘅般口感哦。就口感。最背面啊嘅軟皮嘅部分，叫一種軟泡糕嘅酥香。以後我下去有3種層次嘅口感都得到味嘅，而且總共啊，豬油嘅部分不會吃哦，很它溫潤，而且有那種豬油的香氣在這裡。我覺得啊，你剛剛都懂油嘅蔥嘅，含家嘅薑麻，移動花龍點睛啊呢。你要拿這個創意料理啊。真嘅。都伊諾貝爾這麼多。天意最下嘅東坡肉，家下訂餐換呢就換呢2點半鐘按叫，而且你做到有細細一啲，好精緻哦。大家有先看到冇？然後還完整，像我家下那種咩四角去，Q 用。乍看之下，你冇諗到佢係客家嘅9層板。哦，9層板。對，有點像是9層板。哦。哎呦，我前兩下嘢時間，佢就3個來嘅呢。哇，呀，啲真嘅係很茶化一啲東坡肉哦。很有滿足感啊。這就動感痛誒，這邊我喺度有個皮嘅部分開始咬一下去啊，皮啊像喺果凍樣嘅 Q 彈啊呢，上邊係兩層皮，然後啲肉嘅部分真嘅喺度係最多就化開來，入口即化，真嘅完全化開來，含家嘅油脂嘅部分變到當飯潤帶到下邊一層醬嘅部分，做得食得到嗰種小型酒，就是我的 sauce， 口水流香哦，再多下嘅地度落去嘅，食起來我冇酒味，但係有香味冇酒味。實際多酒香，酒香冇酒味，已經散掉咧。那你喺煮嘅時間吼，該蒸汽衝上來吼，規廚房規間都全部該燒完酒嘅香味哦。仲有嘅全部開味道。對方啊，對方啊，出家都得做哦，做按簡單，火候足時，味至美。所以一定要煮到火候夠啊，不夠的話，它味道沒有這麼美，肉也不會這麼爛啊，那個味道沒有這麼鮮。油滑又起風嘅東坡肉，啲糯米度用細火慢燉出來，皮嘅唔會呢改，炒嘅軟嫩，米絲好當茶飯。行家能可以出師傅嘅蘇魯菜，唔但將順乾將你們肉嘅香老油，暗肉聞到浪落，強強一夾，骨老肉就分開來，好食到精華熱，啲都冇缺少，保啲最公度哦。阿叔師傅，從你一開始的時間啦，你係第一長，你係老大嘛，對不對？你先開始來做學煮食，那你都幾隻石頭地度，你做乜一開始會選擇一條路來行呢？以前啲農業沙費啊，吼，冇乜嘅條路好做啊，除非都工廠天天啊，所以我就想講去學一個手藝啊，因為我細個邊啊啲無同骨種啊，細到15歲、16歲嘅時候，吼，都去台北啲嗰份嘅拜師學藝啊，就做到正月有拜師傅啊，正月做了3年啊。時間嘅上出師啊，幾樣時嘅拜師行醫到兩下拍都冇窮用哦。以前是有啦吼，中國有8大菜系，跟拜師都差唔多，全部愛開電腦師傅磕頭。哇，幾樣時講正經要用開拜哦。係啊，正經要開拜，還要磕頭吼。
个师傅个朋友啊，所有个师傅个朋友都抽个亮片啊，个都管理，管理拜师拜铁啊，做攀走抢来的师傅个朋友，太个用来动脑嘢啦。是啊。特别拜师弘毅哦，师傅嘛没讲哦，随便都属人做徒弟啊，随便搞，因为看你有认真的了好，看有眼有好啊，系啊，有眼系啊，特别人家讲啊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嘛。看到师傅都可能自己个爸爸供养啊，李阿姨那么没有那个习俗了啊，以前该行行出状元嘛，以前该学师啊，没有木匠啦、剃头啦，就该做衫啦，这全部要拜师啊，全部要师傅啊，哎呀，每经过按样训练啊，也不看穷梯，全部都会做按样太重朴实。就你这个呢，就是3代御厨，这也是算是按样国家元首都按心夫你煮的料理。你每到3年都会有的经验没？这也是我的荣幸啦，做物该都系冲物该嘛，做出来老做人享用啊，一定要有耐心嘛，时间忙多出来做模调出来本人好是啊，做出来嘛放感情下去做出来才才会好势啦，该社会的舞台不一样嘛，每个人的就是角色不一样，我都做好该演的角色啊，就煮菜嘛，菜煮好是我的责任啊。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刚刚讲的舞台，做什么就要像什么，所以我很尽责。阿苏师傅早得讲是演厨级嘅种菜专家，食过佢做嘅有名人算唔清，就算数年当好，对他人老做事情还是按咸按有理，啲家嘅情况完全感受唔到啥批。看到嘅都係認真有大條嘅做事原則，因為係一心嘅家己，日日啲做下嘅做事，變做家嘅日常生活最浪漫又最關嘅事情。因為對人下嘅責任心，對家料理專心嘅神情來看，食物唔單止係生命嘅補給，還可係實現美好美事嘅人生舞台。料理對大家來講，其實有當到做無窮樣嘅意義。對料理行業來講，還係充滿啲無窮樣嘅情感和想象。你就像劉師傅，佢堅持要偷到最好嘅海產，用佢嘅專業和考試，熟悉海產嘅起點，和精神人來分享。另外，阿蘇師傅佢嘅料理功夫還係質樸，其中包含啲佢認真用心嘅心意。本太自家食到嘅料理嘅世界，唔單止係食飽天天，還感受到佢地道嘅精神，老無窮樣嘅風景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，春風過去長命道。後面愛靠谷雨天，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，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，日秋處暑甜歸年。年年人團圓，日冬收線十半夜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